季的公演。好，我们来下一张。OK， 那所以很开心，今天虽然是圣诞节已经过了过了几天了啦，好，那但是我们还是用音乐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个很幸福的、圆满的分享。那我们先请牧师来为我们勉励几句，好不好？礼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真欢喜，感觉讲那像顶届演出才刚结束而已，那过得很快，时间很快，半年又到了。那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我相信音乐的人，伫咧表演的人，因拢足需要下面有观众，家面欣赏，然后佫足重要，爱有啥物声，爱有谱仔声。无论因表演了安怎，这个掌声可以擦亮一个人的自信。有一句话这样讲，掌声特别对孩子来讲，它可以擦亮他的自信。那咱弦乐这个小提琴班，咱真欢喜有这个许芳玉老师伫咱的中间来给咱指导，伊是一位真有耐心、疼心的一位老师。看甲咱德行教会陪伴咱做伙咧行这条小提琴。兼彩伫5万期待将来有一天有这个弦乐团安尼一个意向，伫这条路顶面底下咧陪伴咱大家做伙行，所以5万今仔日的音乐会会当带予咱真侪的一个鼓励安慰，嘛，互咱的心感觉真欢喜。咱用一个谱仔声，真大的谱仔声来鼓励咱今仔日演出的这兄弟姊妹，是不是先做一个祷告？咱一开始，咱先做伙来做一个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美丽的礼物，就是音乐，在我们人间里，特别在人的心里，能够透过音乐来歌颂你，能够将我们所说不出来的赞美、感谢，或者是我们的忧伤、眼泪，我们都能够透过音乐来表达。感谢主，让笃行教会有这样的福气。成立了这样的小提琴班，让许芳玉老师能够陪伴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孩子们，在走音乐这一条道路，透过一个或许是一个很缓慢，但是它总是在前行。因为只要我们有努力，这条道路就会开通。感谢你，让今天的音乐会能够来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透过音符，透过声音。透过小提琴那扣人心弦的声音，主你要对我们来说话，我们献上我们最大的感谢跟赞美。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一下时间交给徐老师。谢谢牧师给我们的勉励，非常的开心。我们其实从2022年就是一路成立到现在，当然有非常多人的支持，然后还有帮助。那已经换了很多学员了，但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要为大家演出的这2位真的是资深再资深，对，他们就从第1届一路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那我们当然也欢迎，就是大家如果有喜爱我们的乐团的话，欢迎就是介绍各方的好友来跟我们一起加入这个行列。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1首乐曲是我们的《青春酿》。好，这一首算是一个在更古早以前的乐曲，它是从我们大概日治时期就一直都非常流行的一首歌。那因为它里面有用到了我们瓜喜的那个有赏调，好，所以大家会觉得听起来特别的就是比较活泼啊、开朗，来表达这首曲子就是渴望而且雀跃的心境这样子。好，那我们让2位同学稍微准备一下。好，那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个第1首《青春酿》，谢谢。
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他们的紧张？当我跟他们说这首曲子真的很快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点开始手忙脚乱了。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有一些不是那么好拉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学小提琴啊，大概来到第3年的时候，快速音群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蛮困难的技术啦。好，所以你们会看到他们在拉那个巴拉巴哩嘴巴滴答滴答滴答，他们真的很紧张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另外一首我们前面都是走怀旧系列所以就蛮有趣的。我们这个陪我看日出，其实是以前我们日文歌里面的泪光闪闪。好，那这首曲子我们其实上面我有做一点简介这样子。好，森山良子他做的词，然后 Begin 做的曲这样子。好，那他从1998年就这样一路就由那个夏川里美他一开始演唱录制专辑这样子。那但是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好，所以后续就有人把它就是翻唱。好，那像台湾后来比较流行的就是叫做陪我看日出。好，是蔡淳佳演唱的。那另外台语歌手的那个黄品源，他也有翻唱，好叫北林七，好白鹭鸶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陪我看日出》，谢谢。OK， 好的，接下来下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曲子，叫《女人花》。好，这首曲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有一次呢，那时候我还很年轻，
结果那一次是有一个观众突然就说：“哎，老师，嘉门你也要 Q 那个女人花吗？”我说：“哈，女人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女人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女人香》这首歌？好，它是西方的一个非常著名的 Tango 舞曲。好，那但是因为它出现在《女人香》的那部电影里面，所以非常的知名。那结果那时候那个观众跟我讲《女人花》是什么歌的时候，嘿，我真正是不知呀，真的是非常惭愧。后来我自己回去就是找了一下 ，Google 了一下，发现哇，鸡酒瓜其实非常非常的有名呢。好，那他是在讲说女人她在爱情啊跟人生中，就是我们的脆弱跟期盼。好，其实我们女生好在一生里面有经历非常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历程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香港歌手梅艳芳唱的歌。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蛮有趣的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我给学员们的乐谱其实是双声部。好，所以很有趣的是，义军他就自己花时间把第二部给练起来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好，那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听到有一些地方会有不同的和声。好，实际上是他们已经正式的进入所谓的重奏的状态了。好，真的是很厉害。好，那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女人花》，谢谢。
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那个其实重奏啊，它很考验大家的听力哦，好，他们会互相彼此去听，好，才会知道说，我是有奏会不，还是文亏呀安呢？好，那这个是我们学琴初期的一些小小的剪影啦，好，包括他们怎么练习拿弓啊。怎么练习夹琴啊？好，那运弓的练习跟按弦的练习这样子。好，那这个时期其实花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好，不管是一些基本的建立啊，好，或者是声音好不好听 ，Q 嘎后听不，好，那都跟右手的持弓有非常多的连结啊。好，所以他们在这个部分努力了很久，这算是我们的学琴的初期。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进入宫崎骏的世界了。好，我们刚好也为大家带来一些比较轻松的歌曲。这首叫做《季节的回转》，好，它是从那个《魔女宅急便》好这部电影里面，它是在描写一个小魔女，她准备成长独立，然后并且要开始找回自我的一个过程。那这首是它里面的其中一首。算是配乐，好，有时候就是在她飞行的时候会出现的一首歌。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季节的回转》，谢谢。
宫崎骏的作品一直都非常的深植人心，应该说是久石让。好，因为宫崎骏其实是画动画的那位画师，那他的配乐大师、御用作曲家就是我们的久石让了。好，他们的音乐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渗透人心的。接下来一样是久石让的作品，好，我们采自林家的龙猫，是我们最常听到的那一首，哈，就是斗龙。好，大家那个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歌之一。那他当时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其实他有跟久石让讲说，他希望是可以就是比较活泼轻快的。所以久石让他的构思是这样子，他就想说，如果孩子们在家中跑跑闹闹的时候，可能会想到的音乐长什么样子呢？好，那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听到的这一首《豆豆》了。谢谢。有没有觉得就是看到小朋友在面前跑来跑去，他们的那个女主角那个小梅跟她的姐姐，她们两位在那边跑来跑去的感觉。好，来，我们现在要邀请一位就是同学上台，对，来吧，天天。所以我花一点时间就是介绍一下，让他有一点时间准备。这个是我们历年演出的剪影有包括我们去年的。一些小照片，就是应该说我们今年，对不起，我们今年6月的时候，6月中的公演一样是在主堂，然后我有就是跟牧师还有长老们提说，大家好像在主堂拉奏的时候特别的有感觉，好，那同时这里的音响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何不我们平常12月的演出也拉来主堂这边表演呢？好，所以你们会看到，就第2张照片，我们原本是在楼上5楼。我们其实平常年末比较像是一个小型的同乐会，像是一个小型的聚会。不过今天就是特别把它拉到了主堂这边来跟大家一起同乐。那我们以往在这个时候也会做一点小小的活动，比如说等一下我们就要快乐的去抽交换礼物啦，这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事啊。好，那另外最后那张照片是刚好我们今年有那个圣诞的报佳音，所以刚好也是我就把它放上来了。对，所以就是我们圣诞节的一系列的活动，然后一路到年末，这是非常幸福的季节。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一样是久石让的作品，总是一次又一次。这首曲子是取自那个千寻，好。
这个很有趣，你们看到上面写魔法公主，对不对？因为这首歌呢，其实是很有趣，他那个作者，他就是听完魔法公主的歌之后深受感动，他就自己写了那个曲子，然后就寄去给久石让，寄去给宫崎骏说，我希望可以帮你们的下一部动画配乐。那他其实后来有得到一个小型的舞台剧的就是那个宫崎骏有跟他说好，我们有一个舞台剧，好，然后就是会让你演奏你的歌。结果后来那个舞台剧居然也取消了，就非常有趣。那我当然不知道中间还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我们就不会很清楚。那但是自己就是作曲者应该是最清楚的。然后结果直到他写了那个千寻好那一部。神隐少女啦，哈，他写了神隐少女那一部，画到那一部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哇，这首歌的歌词跟他的那个曲子，曲子跟那个那个影片感觉是非常搭的，所以他就决定要拿这个总是一次又一次这首歌，好当做他们的片尾曲。这首其实也叫做永远常在啦，好，所以就是有很多，这都是从日文的翻译直接这样翻过来，好，所以有很多种说法。他直接就是应该说宫崎骏很有趣，他直接拿掉了久石让原本写的曲子，然后直接拿这一首，好拿这一首曲子，这个歌手这一位木村宫，他拿了他的这个曲子，然后就直接说好，那我要决定我要改成用这一首当做我的片尾曲，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那这首歌其实啊，它原版。就我自己听过，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它真的是一次又一次。我们大家在拉的时候，就真的是老师怎么还有？老师怎么还没结束？怎么又再一次？对，所以我们其实你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已经是被我们删减过了，因为它真的是一次又一次，非常非常的冗长。可是如果你们去听原版呢、这个其实蛮有趣，他自己在最后面做了很多的层次。好，他自己歌手他自己在搭配，他会唱不同的旋律线条，变成有1声部、2声部、3声部的感觉。好，所以会有很多的那个旋律交织。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 Google 一下这一首歌。好，你们去听那个原唱，他们自己唱的。好，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已经删减过的版本，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已经删减过的版本如何？好听吗？
后天吧，他即使还会原本还要再2遍，我们已经删掉，因为其实东西真的都长得很像很像。好，天天的加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些比较轻松的小品。这部作品是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的，因为它其实原本是一个弦乐团的曲目，好，我们叫 Russian Music Box， 俄罗斯音乐盒。这个是一个韩国，应该说韩裔的美国人，他现在应该已经就是直接入籍了哈。他叫 Sun Hee Newbold， 好，他是出生在韩国，后来他是被美国的家庭领养的。好，所以他跟他姐姐就是一起被那个家庭领养之后，他们这样长大。他们2个都是非常厉害的作曲家哦，哈。那接下来他其实就为美国那边的弦乐团，到现在还不停的有在谱写各式各样的曲目，这是蛮有趣的。那这首曲子是我其中非常喜欢的一首，因为他的作品我其实都还听得蛮喜欢的。那这是我收编的其中一首。它很有趣的是，你们等一下会听到，它有一点像卡农一样。我们今天有第1部的同学，也有第2部的同学，你们可以等一下看看，谁拉第1部，谁拉第2部。那实际上他们不是拉错哦，因为它就有点像是卡农一样。卡农怎么出现了呢？好，卡农这个字其实是一个乐曲的演奏的方式。好，有一个人先走。后面再跟一个，但是他们都是演奏一模一样的乐曲，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 Russian Music Box， 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作品，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的这首《Simple Gift》，好，这首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真的一直以为它应该算是一个民谣，那但是真的是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它有一点类似起源于就是教会，好，但是是不太一样的教，它是从那个。他这里写 shaker 啦，但是他其实他们是等一下哦，它叫做我有记下来，因为这真的是蛮有趣的。对，这个是他们算是一首美国民谣，好，他们是称为圣歌啦，好，那但是这个是正战教。这个我对不起，因为我真的不是基督徒，好，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些各种教派之间的关系。那但是他就是从1848年开始，那个正教徒有一个长老叫做 Joseph Barkett， 好，他做了这首歌。有一些文献是这么写的，但是有一些文献就是直接说它是一个美国的民谣，好，所以这其实也是蛮有趣的。Simple Gift 一个简单的礼物，那他们正战教他们叫做 Shaker， 好，他们就是后来发展出一个
生活的习惯，因为他们是非常非常简约的，他们会一切都觉得不需要用太华丽的东西，他们只需要最原本最朴实的样子。好，所以那个就是他们各式各样的教派好所生长出来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好跟他们的音乐的样貌。那这首 Simple Gift 一个简单的礼物，好也是就是类似，它就是带有纯真跟感谢的意义。那这边我有其实还有特别写，它其实原本是用在比较跟感恩节有关系的啦。好，那但是它就是因为这首旋律非常非常的知名，后来也是越来越多人演，像那个英国的。应该说是那个爱尔兰他们的踢踏舞团曾经非常著名的火焰之舞，好，它其实就用到这一首歌的旋律了。然后在那个他们在那个海德公园的时候，大家在那边跳舞的时候，他们从头到尾贯穿的那首旋律，其实就是我们的 Simple Gift。好，那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简单的礼物，献给你们，谢谢。有没有觉得旋律一响起就知道，我知道这首歌，我怎样继续关系写？好，那个当时 Michael 他们带领的那个踢踏舞团风靡了全球，后来叫大河之舞了啦。好，火焰之舞后来改版叫大河之舞，那个世界级的踢踏舞的舞王，他们后来就是有用这首曲子，然后串联整部剧。那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这一首《Golden》这应该可以堪称今年最红的曲目之一了。应该是说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唱。我女儿现在是幼儿园，她很可爱。她说他们全班的女生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唱这一首歌。我说哈。什么？那这样不就大家在那边有点像群魔乱舞吗？好，那个画面其实蛮有趣的。Golden 这首曲子，因为它有横跨了各式各样的音域，那它其实是 Netflix 上面上映的一个叫《猎魔女团》的歌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是什么电影，但是一听一定会觉得，我怎样继续关系下，所以 Golden， 等一下我们来听听看。我其实是帮大家做了删减，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我们删掉了很多的东西。那它也是今年度，就是他们说是翻唱最困难的一首曲子。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它横跨了各式各样的音域，所以你有各种大跳，那大家唱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拉起来稍微好一点，但是应该也是大家面露难色，是吗？放轻松，放轻松。好，那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Golden》，谢谢。
蛮有趣的歌，对不对？它其实是在讲，就是有一群女生，就是现在 K-pop 非常流行的那种韩国团体，他们的女生，好，然后要去打败一群假装化身成就是 K-pop 流行的男歌手，哦，但他们其实是魔鬼的变身这样子，所以蛮有趣的。那部戏其实拍的还不错，大家如果有兴趣上 Netflix 看一看也是可以，没有要打广告的意思。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圣诞歌曲系列。虽然圣诞节已经过了，但是其实我每年都会跟我的学生讲，圣诞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不管你随便拿哪一首出来，你都觉得练起来非常的幸福。好，那个心情愉悦，然后歌又好听，好，所以真的是拉起来是非常的开心。那现在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A Holly Jolly Christmas》哈，这首，它蛮有趣的，它的那个作者啊，哈，他其实做了非常多很有名的歌。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好，那像那个 Red Nose 好 Reindeer， 好跟那个 Rocking Around the Christmas Tree， 哒哒哒哒哒哒，好，这都是他的作品，好，所以就是蛮有趣的这首 A Holly Jolly Christmas。好，那我现在呢要跟他们一起拉奏啦，这应该是他们最期待的时刻。哦，等等我。没有了钢琴，声音其实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纯弦乐的声音。好，我们单独只有小提琴的声音。未来应该有机会，我听说有机会，可能大提琴终于要成立喽。好，那当然不知道，我们看看明年的年中或年末这个时候有没有机会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小合奏。看看啦，有没有机会这样子？那但是还不知道。好，那希望，然后也期待有大提琴或中提琴的朋友有兴趣都欢迎加入我们。接下来一样是一个圣诞节的曲目《Frosty the Snowman》。好，圣诞节
总是有许多好看的卡通。OK，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这首歌就是在讲说有一个雪人他。就是有一个魔力的帽子，戴上了之后，他就活过来了。那实际上有2部动画有这样子的，有一个是那个信宜出版社他们的那个雪人，就是大家很常听到那个 We walking in the air, We walking in the歌词我不是很确定，对不对？但是这一部也是非常好看。那这个是另外一部哦，它是真的也是在讲说，哎，那个雪人戴上了帽子之后，他就活过来了。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帽子就是应该说时间到了，它就融化了。然后是那个圣诞老公公就出现，然后重新赐予他魔法，给他恢复原状，然后跟他说，跟小朋友们说，哎，他要跟我回去冰冷的国度了，所以他就很开心的把雪人带走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Frosty the Snowman，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一样是2重奏的版本，谢谢。是一首很可爱的歌。好，再来是我们的装饰大厅，好 ，Deck the Hall。它这是一首比较古老、在传统的颂歌啦，哈，它其实从16世纪就开始起源到现在。那它就是在讲说，哎，他们在装饰他们的大厅，用那些冬树枝啊，冬青树枝这样装饰，然后来就是准备迎接欢乐的那个圣诞节的时候的那个气氛的感觉。好，所以这首我们一样是哦，这次有点不太一样的是，虽然我们现在有4把小提琴，可是等一下你们会听到3个不一样的和声哦，哈。好，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有点像是小提琴重奏曲了，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自己认为这首是永垂不朽，哦，它真的非常非常常出现，但是它真的很好听。那圣诞歌就是这样，永远拉起来都充满了喜悦。对我来讲，就是 kila kila， 就是会闪闪发光的。好，那再来这一首也是非常著名的歌，叫 Jingle Bells。我想这个应该我就不用太多做解释了。但是它其实原本是写给感恩节的哦，很有趣。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真的很像那个拉着雪橇的那个样貌，哦，所以后来他们就把它变成圣诞歌。好，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 Jingle Bells， 谢谢。对不起，给我一点时间，我忘记这首我是要弹钢琴的了。好，一样，再次为大家带来这一首《Jingle Bells》，谢谢。也是非常经典的小曲哈。好，那最后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首圣诗。好，这首是有人在替你祈祷，好像有些会翻有人在替你祈祷啦。好，有些人会翻有人在为你祈祷。那这首是充满了安慰、盼望跟神圣力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再次感谢依君，因为每一次的圣诗都是他特别为我选的，他都会说：“哎，这首歌很好听，老师我们来拉这一首好不好？”还有安琪啦，他也有。对啦，安琪也有帮我选很多这样子。但是真的就是因为。说真的，我其实真的对这些曲目没有那么的熟悉跟那么了解，可是他们两位总是给了我很多的帮助。那也希望小提琴班我们可以就是持续的努力成长，让他们越来越好。其实他们这2年真的进步蛮多的。右手乍视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他真的声音好不好听就是靠他了。好，我自己以前小时候右手真的学到正式成型。也是大概花了10年，好不容易到高中，终于有一天觉得，自己拉的好像比较能听了这样子。好，但是那个真的是一路这样子练习上来跟培养上来，他们算是锲而不舍哦。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也继续祝福他们。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有人在为你祈祷》，让也为大家祈祷，谢谢。
非常谢谢大家在这边跟我们陪伴了1个小时，不知道你们觉得他们表现得如何呢？谢谢大家。我们其实从6月准备到现在啊，中间不是只有练这些曲目，我们其实还有走一些我们平常该有既定的进度。好，那所以你们会看到，他们在这样子的练习的过程中，有很大的进步跟成长。真的，今天要能够呈现那么多的曲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初学的班级能够演1个小时的，真的不多啦。他们现在才迈入第3年，即将我们明年2月就是正式迈入第4年了。好，那这边有一些我们平日的学习的剪影，你们可以看到蛮有趣的。安琪很认真你知道没有看到吗？那个左应该算我的左上角，你们的右上角，他那张为什么特别大？因为他在上线上课，很认真对吗？那其他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平常可能有一些加练啊，那你们也有看到牧师，对，牧师也是他进入了我们的小提琴的行列，耶，我们的牧师。好，那也有一些新同学的加入，那他刚好今年的年末刚加入，所以我们看看接下来有没有机会让大家继续成长茁壮，慢慢呈现出一个正式的弦乐团的状态。好，那也是我们的期待。那谢谢大家在这边的陪伴，好，也是欢迎大家，诚挚的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那最后，我们再请长老跟牧师长老为我们致个词，好不好？我真的大力感谢，长老们对我们的支持与爱护，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一个乐团真的要成立起来，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好，中间有很多的艰辛啊，有很多的历程，然后推动啊，各种的困难。好，那大家真的是持续到现在，我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Oops， 好，所以我们请牧师林 ，OK。好，我们来请牧师为我们做个总结。感谢教会兄弟姊妹，也是亲情好朋友来听道贤教会弦乐班的演奏。今年一届的成果发表，我毋知伊今年叫甲遮好啦，今年比旧年佫较好。相信明年嘛会比今年佫较好。今年的歌敢若较矫整比较齐全更齐全。有圣诞乐，也有诗歌，也有卡通的音乐，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动画、动漫的主题歌。其实音乐也没有分，我觉得音乐只要是来自于人感动，跟他内心深处的创作都能够打动人的心。我包括那个宫崎骏的那个音乐是真的是很棒的。当然我们的圣乐更棒，可以疗愈人心。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跟所有的这些圣诞歌曲，阮所有的音乐拢祝福大家迎接新的一年2026。那我们给野村的人拍手鼓掌拍手鼓掌。一年来的学习呈现给大家。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培育部部长刘秀英长老特地莅临指导。还有我们希望学生还可以多几个努力中啦。我说你若有想要学的会当来报名，每一个礼拜二嘛接受团体班了个别班嘛感谢总务部陈木生长老默默的支持掌声鼓励。感谢所有今天你们的莅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天父，我感谢你，给我们比班教会老师伫礼拜二帮助教伊优小提琴的学生，阮有成人有细囝。阮还搁咧长大成长努力，求上帝你使用帮助阮这位学员学习对你来的温顺，透过老师的教导，互因的情谊更加的精进跟进步。也用这样的音乐来在教会服侍，
跟在学习的成长，帮助他们对音乐的陶冶，也利益他们的身心。我们的音乐会蒙圣你的恩典，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我们谢谢你。我们期待明年一年的学习跟努力，期待明年我们能够更加精进，更加成长。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多谢大家哈，给大家一个鼓掌哈。哦，这是我们圣诞节的绿色组合，还有一个是红色组。有，我们要一起谢谢老师，对，然后我们有特别准备我们的花束，所以我们一起来，谢谢老师，谢谢。对，来，一起给。对，我们有几个人，我们几个人就送几朵给老师，谢谢。对，然后因为每次我要上台，我老公都很紧张。对，现在要发表那个得奖感言，没有啦？对，谢谢。哦，对，我要谢谢，就是谢谢老师给我们那么多的支持。每次我们有任何提出问题的话，他都很专业又很耐心的回答我们。然后我们很鼓励，就是不管任何年纪，从4岁到4岁以上，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然后再来就是要谢谢我老公支持了我4年，还有那个小朋友。每次都很认真跑来，谢谢。虽然每次都迟到，然后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学习的话，因为真的老师给我们很大的支持。那不管你已经是有学过、没有学过的，我觉得老师都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真的大家都是花自己另外的时间。那我已经是3个小孩的妈妈了，然后老师也是有小朋友，然后很多课程，真的超级专业的。对，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弦乐队。我们一看就是非常欢乐的大家庭。我们是对。然后呢，谢谢我的那个我的队友。对，因为这些年因为有他们就是互相支持，一直到现在已经4年。虽然是4年是不长不短，但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然后很谢谢老师。再来就是最要感谢就是最后的上帝，因为他一直支持了我们这个到现在，然后希望我们用弦乐队能够去传扬更多神的福音，把神的爱跟神创造的音乐的美好给大家。那欢迎一起来报名哦。对，谢谢。对，然后感谢各位。这一趴我真的完全不知道，真的谢谢大家。那也祝福大家，就是在2026年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跟更幸福的未来。好，那谢谢大家，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厉害，大家越来越棒哦。谢谢大家。5班呢，大家建议听说他很快。弦乐班的人集合一下，我在中间帮你讲这个。第4名。对呀。5班。好来。来，红花跟绿叶在一起。没有，我们没有讲好，然后来就发现。来，前几年。1、2、3，来再招1。
来，马上先，好，来，go，开始，我1、2、3，就，好，快起来，1、2，哎，停停，没表情。OK，我还没表情呢。小朋友他们来，不行，甜甜还有，照完才可以去吃明天快点，我们需要这个照片，每一次都要拍。有啊，他有照到。